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嘅資助架構，目標係引導市民善用醫療資源，減少浪費同濫用，全面加強對貧、急、重、危病人嘅醫療保障，從而提升醫療系統嘅可持續性。醫務衛生局同醫管局喺今年3月公佈咗公營醫療服務嘅收費改革方案，其中包括取消入院費，而急症室嘅新收費就會大幅加價，從而家嘅180蚊改為2級制。除咗危急同危殆嘅病人可以免費之外，其餘使用急症室服務嘅病人一律要收取400蚊。相關措施會喺2026年1月1號起生效。今日我哋嚟到海富苑啦，咁做啲咩呢？咁我哋就係了解下呢，因為早前呢政府就話急症室喺26年開始呢就會加價啦，原本由180蚊呢就加價去到400蚊嘅。咁所以呢，今日我哋嚟到海富苑呢邊呢，就問下我哋啲街坊呢有啲咩意見啊，對於呢個急症室嘅加價。急症室有 call 白車嗰啲係咪？有用過，我先生用過。哦，因為佢都70幾歲啦。哦，用過唔知1次就好似，真係要即刻交錢先嘅。屋企人有呢幾年用過2次咯。急症咧就睇過，都睇過嘅，跌斷咗隻腳。你啱先都講到你已經有2年冇去過急症室，起碼2、3年啦，因為小朋友細嗰陣時就會成日去。400蚊啊！係啊，咁咪高少少，應該係加咗1半啦，差唔多。係180蚊，即係加咗220啦，係咪？係咯，係咪啊？一個 double 咁滯喎。加要，但係應該係加高滯，貴得滯咯。貴得滯，係啊，即係可以嘅，不過就唔好加到咁貴咯。即係可能而家俾幾多？而家俾180啊嘛。可能加到250，即係我覺得就都算合理少少啦，合理少少啦。400蚊就太貴。我覺得400蚊又唔係加太多啫。你防止都啱嘅，有時都係啱，但係你就個著略加咯，冇咁一下子咁多咯。係，你覺得呢個價格太高咗？係啦，覺得高啲。係，你話200零蚊都可以接受嘅。即係應該都係加下嘅，因為真係太多嗰啲濫用咯。因為你老人家佢一定係有醫療券俾你㗎啦，係咪？咁你再用即係濫用就唔係咁好咯。都係好嘅，因為我見到有啲人可能有少少事就 call 救護車，咁都會影響咗救護服務嘅。非緊急嗰啲係嘛？即係唔使你濫用啊嘛，好似你話齋係嘛？咁啊少少事啊 call 白車又好似好浪費嗰啲醫護人員，同埋人哋好辛苦噶嘛。因為好多低下層噶嘛，講老實嗰句，嗰啲婆婆啊嗰啲，即係有需要嗰啲人用咯，就唔好咁過，即係太犀利啦。哦，明嘅。呢個急症室加價嘅話，會唔會對你哋造成啲好大嘅影響啊？定係點咧？我都有少少嘅。因為你變到400蚊啊嘛，如果26年開始係咪？係咯。咁有時如果譬如我先生要用嘅，都冇辦法。我覺得咁政府如果係有啲綜援啊嗰啲嘅話，會有資助嘅話，咁都會 OK 嘅。我哋啲普通家庭去得急症就唔俾得私家㗎啦，私家老實講下都幾千蚊係嘛？如果你照仲唔止添，咁啊梗係去急症啦。但係問題係我哋等咗呢個我親身經歷，11點鐘放工，等到第二朝成10點幾，係急症喎，即係佢冇嘢，係坐喺度等嘅啫，唔知佢冇醫生啦定係冇嘢。免費，即係都係睇下係咪基層咯。如果基層可以免費咯。好啊，都係關於即係如果一般嚟講用，即係都唔會話咁嗰個經濟咁拮據嘅。明白。係啊，緊急嗰啲就唔好收啦。我覺得免費又好似會令有啲人都會繼續濫用咯。但係都係遇到危急，但係我知道明白佢危急情況。都可以嘅，但係要睇下係咪真係好危急啊咁樣。好啊。同埋可能時段咯，即係可能啲時間上，即係如果可能夜晚冇咁塞車咁樣，咪可能收平啲。呢啲好難評估嘅喎。邊啲係危急，邊啲唔危急？同埋最主要咧就係危急係嘛，即係危急會退翻費。點樣？
即係可以證實到係危急咧？即係緊要同唔緊要咧？即係嗱，我哋小朋友細個可能發燒，會去急症噶嘛，半夜啦或者半夜啦，多數因為日頭就唔會去嘅。咁啊或者公眾假期嗰啲咧，即係過年嘅14、15日公眾假期嗰啲就會去急症噶嘛。但係你話至於危唔危急？點樣為之係危急咧？即係心臟病發，一唔醫就死啦，嗰啲就為之係啦，係咪？但係點樣即係嗰啲係咧，梗係。但係同一般點樣為之係危急唔退嗰啲就好難講。啱啱聽咗咁多街坊嘅意見，我哋都簡單歸納咗，意見主要分成兩邊，一邊認為加幅實在太高，會令負擔加重，但另一邊又覺得加幅尚算合理，而且都有退款安排。綜合以上街坊嘅心聲同埋需要，我哋都希望可以為急症室嘅分流提出一啲建議。我哋覺得為咗減輕公營醫療服務嘅壓力，特別係急症室嘅醫療壓力，應該由基層醫療着手加強支援，例如擴充現時社區內普通科及家庭醫療門診嘅名額，讓輕症病人可以喺社區診所治療，減少急症室嘅擠迫情況。同時希望可以設立24小時電話或者網上評估平台，由註冊護士或者醫生根據症狀提供轉介建議，幫助市民作出合適判斷。此外，亦希望簡化急症室退款嘅手續，縮短退款嘅時限，甚至考慮全額退款，減少分流費對中低下階層嘅負擔。另一個方向可以擴展公私營醫療協作計劃，例如推行普通科同專科嘅合作，令慢性病患者可以喺私營醫療系統持續跟進病情，減輕公營醫療系統嘅壓力。長遠嚟講，亦需要推動基層醫療嘅預防檢查、健康教育同慢性疾病管理，從源頭減少市民對急症室服務嘅需求。今集街訪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，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了解更多社區資訊同我哋中心嘅活動。多謝大家。